因为这个高雄新隆城大楼发生火烧厝意外，影响火灾预防甲公共安全的议题，佫引起社会大众高度的关心。为了要让大家民众会使提升火灾自我保护甲预防的观念，火卫消防队甲火卫电工所共同合作，发这个火灾警报器，希望佫会使降低意外发生。 乡亲去领主体火灾警报器的时，相对员拢详细个解说讲要安怎斗，顺续宣导一寡火灾防护的知识，提升民众火灾自我保护甲预防的观念。好，目前我们县内其实各消防单位都有提供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来供民众领取。那你只要没有被受理补助安装过的民众，你就可以直接到消防队去领取一颗免费的火灾警报器。 另外，火卫电工所今年嘛编100万的预算，要来买警报器，目前正来安装完成的差不多有8成，计来讲，伫上短时间内完成100%。因为最近淡高雄陈忠城发生一个大火，造成40几个人死亡吼，这是一个整体吼，所以阮爱淡这个火灾还未发生之前吼，阮先做好一个准备。 期待提升民众对用火甲火灾预防，甚至是自我保护的观念甲意识，避免发生意外。